各位早晨啊！今日歡迎大家收睇紐西蘭打比賽馬日、澳洲新市場讓賽賽馬日同埋咧悉尼肯德伯里錦標賽馬日嘅賽事啊！咁啊，今個朝早咧節目就十分之豐富嘅。咁由而家開始咧，紐西蘭同埋澳洲方面咧嘅大賽咧源源送上嚇。咁啊三笪地方啦，已經今朝咁，其實今晚都仲有節目嘅，不過今晚嗰啲就唔講住啦。咁我哋喺節目嘅初段咧就會先去到紐西蘭嘅奧克蘭啦，喺愛沙尼馬場咧先欣賞5場賽事先嘅。咁啊，上晝時段啦，澳紐時段咧，咁啊戲碼相當豐富啊，咁啊總共咧有成6場一級賽將會上演嘅喎啊！嗱咁啊，今日咧就而家暫時睇落咧三個馬場啦嚇，就當地啲天氣都唔錯嘅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嘅畫面見到咧就奧克蘭方面啊，喺呢個愛沙尼馬場嚟㗎嚇。咁啊，今日個場地分淨係途程分佈先啦。咁就主題賽事咧。紐西蘭打比就2400米，咁但係其他嘅賽事都十分重要嘅喺當地啊。譬如系統錦標咧，就當地咧短途嘅1級賽嚟嘅，2歲馬跑嘅啫，就1200米噃。咁其他嘅賽事咧途程都長啲㗎啦，包括奇偉錦標啦，呢項咧獎金全日就最高㗎啦嚇，就1000米嘅表列賽嚟嘅。咁另外啦，紐西蘭錦標呢項就當地嘅1級賽啦，傳統嘅1級賽嚟啦，就跑2000米啦。仲有項咧就近年咧由1級賽降咗格做2級賽嘅奧克蘭杯嘅3200米2里嘅賽事嚟嘅。咁啊，至於新市場讓賽啊，費明頓馬場啊2場賽事，咁啊主題賽事啊，新市場讓賽就係直路嘅1200米啦，咁啊另外一場馬頓錦標就1600米啦。嗱，呢個馬場跑左轉㗎，費明頓大家應該好熟㗎啦。咁啊，今日就1個左轉就2個右轉嘅。新市場讓賽就都有匹明星馬喺度啊！咁啊，費明頓馬場就將會係 S2 㗎，睇下就墨爾本嘅賽事。咁至於悉尼嘅賽事就喺蘭域馬場舉行嘅，呢個馬場跑右轉啦。不過今日都係得2項賽事嘅啫，包括咧主題賽事嘅肯德伯里錦標跑1300米嘅，另一項咧其實都十分重要嘅賽事啊，就蘭域堅尼大賽啦，途程就1600米，就3歲馬咧就兵家必爭之地啦。好啦，咁啊先睇下今日嘅節目排程先啦，咁啊將會上演 S1 嘅紐西蘭打比賽馬啦，咁啊主題賽事咁啊 S1 嘅第4場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賽前紐西蘭打比咧，將會喺晏晝嘅12點13分開跑啦。去到 S2 嘅時段啦，咁啊叫主題賽事 S2 嘅第2場啊，就係新市場讓賽，將會下晝嘅1點55分開跑。另外 S3 啊肯德伯里錦標賽馬啦，咁啊嘅第2場咧主題賽事肯德伯里錦標咧，將會喺下晝嘅2點15分開跑。咁頭場啊 S1 嘅第1場系統錦標咧，好快10點29分就會開跑㗎啦。咁我哋先睇5場紐西蘭嘅賽事啦。即係 S1 跑完晒先㗎，係啦。然後就睇馬頓錦標啦，咁啊跟住就蘭域堅尼。個上半場紐西蘭係3場1級賽㗎。好啦，咁啊留意下 S1 啊，紐西蘭打比賽馬日設有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咗前孖寶第1口馬、第2口馬 T 同埋3寶嘅。咁啊第1口馬 T 就1、2場啦，第2口馬 T 就4、5場，咁啊3寶咧就3、4、5場嘅。另外 S2 嘅新市場讓賽日啦，亦都係設有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咗前孖寶同埋馬 T 啊，馬 T 就係第1、第2場嘅。S3 肯德伯利錦標賽馬亦都係設有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咗前孖寶同埋馬 T，馬 T 就係第1、第2場。好啦，咁啊留意啦，咁啊今日啦，咪亦都係全球匯合賽事嚟嘅。今日其實愛沙尼馬場總共10場賽事舉行嘅，我哋就只係播其中5場嘅啫，就係應該係當地嘅第5到第9場啊。不過都有啲馬退出啦，咁啊第3場就幾隻後備馬寶唔上啦，全部都後備馬嚟嘅。盡力帝咁啊20號嘅明香檳同埋20號嘅無需他選冇錯啦，咁啊第5場奇偉錦標4匹後備馬都係保唔出嘅。虎頭戰力、寶路嬌、安全通順同埋羅拉全勢咧，全部都係保唔出嘅。咁我今日正選係冇退出馬嘅，實際上啊真係難得啊！可能天氣比較好啲啊！嗱天氣就幾好啦，咁啊啱頭先我哋冇轉播嗰場賽事係發生咗墮馬意外嘅，嗰個南方少艾就跑1200米帶咗1001米啦，唔知點解最後嗰2步就撞埋條欄度跌咗落嚟。好在就冇乜事。好彩人馬無恙嘅依家係。好啦，另外 S2 嘅時段啊，新市場讓賽日啦，第1場7號泳灘女星退出咗啦，另外主題賽事新市場讓賽啊嘛，第2場1號飛電神士都係退出咗嘅。咁呢啲琴日都已經係宣佈咗㗎啦。好啦，咁啊都要換人喎，咁啊高麗婷都要換騎師啊，咁啊 S1 嘅第1場喺右嘅萬全之備改配夏昌城，另外第3場啊10號嘅漢王放獵就改配蕭連素，呢個就比較早啲已經知道㗎啦，漢王放獵啊。
少年數就頭先喺之前嘅賽事贏過馬㗎啦，已經係。係啦，好啦，咁啊愛沙尼馬場啊，天氣啊天晴啊，氣温就22度。